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嘅 UMD 頻道。今日我哋探討一個比較特別嘅話題，你有冇試過，或者識人因為練氣功靜坐之後，開始見到聽到一啲唔尋常嘅嘢，甚至懷疑自己係咪鬼上身？今集主角張先生，佢學氣功已經有一段時間，本身希望強身健體，初時感覺唔錯。最近佢開始出現幻覺，聽到唔屬於現實嘅聲音，身邊朋友都好擔心，甚至懷疑佢係咪因為喺山上練功出事。張先生透過我嘅工具去了解自己嘅情況，得出兩個原因：第一，氣功令身體有好轉反應；第二，精神情緒一直抑壓。原來張先生一直以嚟情緒都比較壓抑，好多感受唔識表達，亦冇好好處理。當佢開始練氣功，身體能量逐漸流通，同時亦釋放出潛藏已久嘅情緒同壓力。而所謂嘅幻覺，唔係外靈干擾，反而可能係內在情緒能量嘅投射，或者身心過度敏感化嘅反應。張先生之後調整咗練習氣功嘅方式，繼續做氣功，但選擇喺光線充足、空氣流通嘅地方進行，避免喺戶外幽暗、氣場混亂嘅環境練功。同時，佢開始學習正視同疏導自己嘅情緒，唔再壓抑感受。身心靈修練本來係為咗健康同平靜，如果過程中出現不尋常反應，未必一定係靈界問題，好可能係身體同情緒發出嘅信號，提醒我哋要照顧內心。調整方法，修行路上，清醒同覺察永遠係最好嘅保護。如果你都有類似嘅經歷或疑問，歡迎留言分享。記得訂閱頻道，我哋一齊用清靜嘅心探索內在嘅世界。